是诸佛子，若人生恶心，佛言彼堕狱，久如心树己。对这种一个菩萨，从内心里面产生了任何一点点一刹那中的一个对他不恭敬的一种心，不要说是就是去骂他或者诽谤他伤害他，那这些就更不用讲。主要是从内心里面有一刹那的这种想法的话，那也是就是会有很多个大阿斯提天都是会堕入地狱的，有这么严重的罪过因为什么呢？他是非常殊胜的，就像我们在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一个功德主。我们都知道功德主是什么那就是非常大方的，就非常发心的他可以做得到很多很多大供养的，对不对？叫做功德主嘛，对不对？但是最大的功德主是谁呢？就是菩萨，他是无穷尽的给一切众生不断的利益，而且不求任何回报的发愿，所以他才是最殊胜菩萨才是最殊胜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人间很多人间或者是很多众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菩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修持大乘佛教者特别的就是要重视为所有一切众生不要有任何的不好的想法跟不好的念头，伤害他人的一切行为跟对他的一切这种不道德不恭敬的这种想法都是要断除。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菩萨在哪里，尤其是这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主要是有修持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有可能他都是有菩萨的心，他的内心里面有菩萨的成分。发了菩提心，我们修菩萨戒的时候，我们就是菩萨。无论我们在多长时间，就是有保持一个菩萨的状态，就是一个菩萨。那我们学习是什么？修持是什么？我们一刹那之中得到的那个为一切众生的发心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菩萨。但是我们为了要能够延续，能够保持菩萨的这个心，不变不甩不退，为了这个我们就要经过六度波罗蜜的修持也好，经过密宗的很多的方法修持也好，平常我们在密宗大圆满法当中都是说我们静观，我们在空正见都是说万物一切都是佛的净土，也是一样的。这些也是我们一想就能够可以证悟吗？当然就是难，但也是要维持，要学习。发菩提心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一刹那之中的一个善心，也是菩萨的加持。这也是我们如菩萨行论的最前面所讲的，众生在轮回的海岸当中，什么都看不到，意思是什么呢？看不到就是我们看不到善恶的分别念，没有让它产生善恶的分别念的时候。但是无论你有学佛也好，没有学佛也好，你有没有遇到上师，没有遇到上师，你今生有没有去信仰，这都不重要。所有的众生有的时候会一刹那之中的一种善良的心，善心都会产生的，慈悲的心会产生的，但这很短很短的，就是在夜晚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闪电一样的。晚上下雨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是几号有没有月亮都不管，就是都是很黑，什么都看不到，对不对？但是那个闪电的话，就是在一个片域里面的
都看得很清楚嘛，对不对？但是这个非常短暂啊，能够看得到，就是神殿的时候看得到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众生的内心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善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佛的发愿。我们自己本来也是有佛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个因缘。但是修行是什么？那就是不光是靠这种闪电一样，我们就相当就是天亮了一样的，太阳已经出来了，一整天看得到一样的，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善有善的功德，恶有恶的果报，而且我们知道解脱才是真正的利益啊，那个是什么？那就是智慧呀。所以我们能够维持这个，而且能够可以重视这个利益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学习，就是长期不断的发愿，长期不断的发愿，才是会真正的我们的菩提心是会越来越成长啊。菩提心的种子我们本身就有了，每一个众生的本性上面就是有佛的种子啊。那么这个我们不需要再种下去，但是已经种下去的这个种子，我们不去好好的维护它，不去照顾它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可以让它发芽，没有办法让它成长，没有办法让它开花结果，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就知道所有一切的功德主当中呢，最为殊胜的功德主是什么呢？谁呢？就是菩萨。观音菩萨才是最大的功德主，为所有六道一切的众生，他就是无穷尽的做那么多的事情，给那么多的利益，不断的发心然后断除一切为他自己的想法，一切都是为所有一切众生的。那我们要不要去学观音菩萨？那这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学的。那我们要不要去赞美观音菩萨？当然我们就是平常的一个实践的功德主，我们都会赞美半天。那为什么不去赞美这些菩萨呢？所以这个方面是很重要，而且我们不光是赞美一切菩萨，自己就是要成为一个菩萨。然后我们要赞美菩萨的功德，就是有无量的功德。如果说我们就是诽谤一个菩萨，或者是为了说一个菩萨的坏话，或者内心里面产生一个为一个菩萨的这种不好的念头的话，那我们必须得要马上忏悔，一定要忏悔，不然的话就严重，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长的时间里面就是会下地狱的所以严重，然后下地狱的地狱种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长的，不是一点点的时间。自本作人着康着